啊。是啊，不然等一下问博士啊。好啊，等一下问博士。我一定是博士。博士，你怎么啦？哎呀，最近好困扰哦，走在路上啊，都跟路人啊来电。所以是路上的人看到你，都会跟你说“爱爱爱爱没错，爱爱也就是我爱你的意思，爱爱所以阿迪现在要大家来一起对我说一遍，我爱你，爱爱爱爱懂吼，爱没爱所以博士，最近你的桃花运很旺哦。哇，我知道来电是什么感觉耶。什么来电啊？这个电啊是静电。静电是静电，不是来电哦。那这个静电要怎么消除啊？这个静电要消除的方法，好困扰哦！我的身体总是有电，不管是谁碰到我，都会被电到。小熊，这个昨天跟你借的笔还你哦，谢谢。哇，刚刚好像有电呢。对不起。Hello， 早安。洋洋早安呢。洋洋，你跟熊熊握手。哦，好啊，好啊。哇！哦，你刚刚也被电到哦。好痛啊！对不起啦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不然这样好了，我们来帮熊熊。我有好方法。嘿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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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预备开始喽！1、2、3，嘿嘿，搞定！这样怎么走路啊？不会触电了。干燥的环境很容易让人的身体产生一些令人困扰的静电。这时候，你可以在身上擦一些乳液，或是光着脚丫站在地上，就可以避免静电哦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你们两个，我们两个擦好乳液啦，这样子就不用怕被电啦。有电的是我，应该我来擦才对吧？没了。不是，不用担心啦，你就光着脚就好啦。对呀，说不定你这样会吸引更多的桃花，就会有更多的人来跟你说爱爱真的吗？真的哦。拖把，走得，走得。就不要好了啦。你这样可能桃花会跑走。